超級勁爆，挑戰極限，無刪剪版本《聖鬥士星矢》，今晚12:05。《聖鬥士星矢》係由 Bandai 聖鬥士系列聯合特約播映。以下節目部分內容可能不適合兒童觀看，敬請家長留意。匆匆一生叱咤好漢，要刻下名字。不許這宇宙給浩瀚，銀河望我在此。不屈這與我本同意志，即使失意創傷，一笑置之，揮我生命，寫正義故事。《聖鬥士星矢》係由 Bandai 聖鬥士系列聯合特約播映。